团为您带来的新松计划春归江南折子戏专场演出。新松计划由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旨在培养、推广浙江青年艺术人才。自实施以来，成果颇丰。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们积极参与新松计划的比赛，用汗水惆怅青春，用努力回报初心。无论成绩与否，都尽心尽力、认真地对待新松计划。张琳、陈文婷、裘在平和孟来等青年演员也在新松计划中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成为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今晚将由绍兴小百花的优秀青年演员们和新生代的演员们为大家带来一台风格迥异、形式多样的折子戏专场。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胭脂寻思》，由陈萌儿饰演吴南代。陈萌儿今年20岁，学艺6年。大家掌声有请。
单挑剑云高强，不得因子鬼王恰到天山宝剑，这是为何？此人查恐有事隐逸。若生其是冒名，我求生偏来修业一遭，岂为冒名偏为杀生？为民父母必须自重，切不可意气用事，自行教。修业为不为落着他人之手？你此命青天，恰是糊涂！滚！去披。
算话下去，明王曾来回答问我，他生冤枉啊！王曾来，我来问你，你有几个姐夫？哎呀，大人，民为表兄所见，乃是青梅竹马，尚是无有他生。哼，大孙不信，可到街坊查问，虽然有人3番2次调戏于我，民为也从未答应。是何生3番2次调戏你？是毛他。毛他，我来问你，4月初1那天晚上，毛他可曾到过你家？这个啊，民我想起来了，4月初1那天晚上，毛大是人来过。他来自首。他那是一枚银茶先来调戏，被我揪出门外，毛大出门进菜，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的一枚银茶？记得是枚香气欢悦的铜头银茶。你接过来可是怎样的一枚？真是这枚。哎，这样。我知道修业庭安是天真，有谁知明察即看愿一成。我不是沉稳到阴自安太官人同在并将无常，再重谢谢陈梦儿的表演。下面要请大家欣赏的折子戏是《旧陪》，由新生代演员陈波饰演裴顺清，周怡饰演李慧娘，赵世航饰演家将。值得一提的是，扮演裴顺清和家将的这2位演员是绍兴小百花为了拓宽戏路特意培养的4位男演员中的2位。下面请看男女合演的折子戏《旧陪》。杀死绝下不落，身还飘。
是自己走吧。这是为什么？白狼，我你快说呀！只因马首西至府上，见君风采巨浪，不欲再有年生美在少年。那老子为父不分秋早把教业接。这些些上将，切！杀生！你被老子杀了！被老子杀了！那，你是鬼！我是鬼！哎呀！白狼！啊哎，你好多的一个句子，骗我何有？白狼不信！我恰不信。好，白狼你来看！呀！其实是花园的字音孤村是乡乡有一声。千百倍，你为我费尽心力把手配，这深情换得我永交回，为娘你总是乖也不放，我定要与你一同归。
谢谢演员们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新生代演员韩梦莎，她今年只有16岁，学艺4年。韩梦莎去年凭借《回18译者》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曲表演赛2等奖。今天她为大家带来的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回18》。
谢谢韩梦莎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绍兴小百花优秀青年演员范派小生涂少华，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沉香下山》，掌声有请。今节前
想我历经千辛方思者，要一封道约救娘亲。丞相，想那杨二郎神通广大，你才要救你母，恐怕你的功夫已到啊！丞相救母心切，就是千难万难，也要救出娘亲。哦，丞相。看丞相神霄之塔，救母心切，倒引起我一片喜悦之心。丞相，若把杨二郎，必须先讨得撇山城府。神父现在哪里？神父就在这里。为师教讨于你。是。谢谢涂少华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傅派名剧《秦探》中杨告一折，由青年演员孙晴飞饰演焦桂英，请欣赏。秦
演员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出以花脸老旦为主的折子戏《段太后》，由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演员大奖赛2等奖获得者钱世莹扮演李后，优秀青年演员娄慧琴扮演包拯，陈丽扮演范仲华。掌声有请。
他兮龙兴吟唱，汾阳宫中听声子，早生太子李朝阳，外推十月要临门，西宫刘妃新宫良，文通国外定都记，也将与萧王立马不平，盈亏纵情来报，本章脚下举小王，把一王将儿来无恙，因为皇上不自强，我能攻受难受。见我母子分离苦，那夜带着王儿来到冷宫见亲娘，20到手等他生长大，要替母儿将我救，我累了身子的气量，伤我生命。
将之力接送后，册封朝阳张长公。谢谢演员们的表演。我们绍兴小百花是以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享誉粤剧界的。下面要请大家看的折子戏叫做《三岔口》，剧中有赵鹏饰演任堂慧，赵子豪饰演刘丽华。这两位演员也是绍兴小百花新培养的4位男演员中的2位。下面请看折子戏《三岔口》。
在前程，见一可女人，身背刀一把，莫面是风筝，动招。写文，当团交战发配人，当团交战发配人。将领万正旁，万自将赞那功劳。一路以来，非最上不予好前，心内交。只因交战而过，他老天不雷，发配沙门刀。我因倘为七分天穹，才上官奉杨元帅将领，交战改办，安中报复。一路以来，并非最少。
感谢赵鹏、赵子豪带来的表演。下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越剧《双玉禅》中悲禅一折，由优秀青年演员、第3届全国粤女争锋10佳金奖获得者谢晓饰演曹芳儿，请欣赏。
感谢谢晓为我们带来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优秀青年演员娄周英，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折子戏《行路》。粤剧《行路》由淮剧金龙与蜉蝣移植改编而来，娄周英在剧中饰演蜉蝣一角，掌声有请。
血流淌，头轻我人在手村上。有江南为有苦难江，满中青蛙都曾幻想，越走越是痛苦难当啊！
感谢娄周英酣畅淋漓的表演。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绍兴小百花优秀青年演员，第2届全国粤女争锋10佳花旦获得者陈文婷。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粤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一折死谏，在剧中饰演杨淑英。下面请看折子戏《死谏》。
不见说明也落彩我复阴曹
谢谢陈文婷带来的表演，观众朋友们，非常抱歉，接下来的节目本来是由裘在平为大家带来的《马陵道行刑》，可是，在来上海前夕，裘在平不慎受伤，无法演出《马陵道行刑》了。裘在平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深深歉意，今天也到了演出现场，为大家清唱一段，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包容。来，有请裘在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腿这个受伤了，不能上台演出，在这里向你们深深的致歉。上海是个温暖的地方，我们每一次到上海演出，都能感受到上海观众对粤剧的热情，对我们少白的厚爱，特别是对我们演员的呵护。所以我对这次的演出我非常的在意，也很重视，抱着满怀的期待，接到这个演出的通知那天起，一天都没有懈怠，为了把完美的这种状态呈现在这个舞台上，可万万没想到，临出发前就发生意外了，腿上、手上都受伤了，无奈只能放弃。我也很期待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能把这出《马陵道》再一次的展现在这个舞台上，跟上海的观众见面。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马陵道》的那个唱段献给你们，希望你们同样能够喜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谅解。
谢谢裘在平的演唱。观众朋友们，最后一个节目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同名京剧移植而来的《华子良》选段。《华子良》由优秀青年演员、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演员大赛2等奖获得者何梦来扮演，请欣赏。
名老。观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新松计划春归江南绍兴小百花优秀青年折子戏专场演出即将落下帷幕。明后2天，绍兴小百花的4朵梅花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2场经典传承、4花绽放的专场演出，欢迎观众朋友们届时前来观看。朋友们，再见。